大家咁多好，我係賭 Sir。咁話說近年睇波咧，越嚟越多一啲數據嘅分析啊，嗰啲咩射門次數啊、中籠唔中籠啊，已經咧係太老土啦。咁啊，時下嘅講波佬咧都開始講一樣嘢叫做預期入球 （expected goals）， 咁啊英文簡稱就係 XG 啊。不過咧，原來絕大部分嘅時候咧，其實都錯誤解讀咗呢一個數據嘅。嗱，作為球迷嘅你要用得啱唔啱呢？我哋舉例說明下，例如呢一場波利物浦對馬德里體育會啊，咁啊利物浦嘅預期入球咧係有4.3嘅，咁啊馬體會嘅預期入球咧就只係得1.1嘅啫。嗱，我哋不如玩個遊戲，你估下呢場波最終嘅賽果係幾比幾呢？啊，同埋順便咧俾個 like 支持一下，咁啊撳完個 like 之後咧，我就會馬上開估噶啦。最終嘅比數咧係2-3啊。即係話所謂預期入4.3球嘅利物浦呢，只係入到2球啫；而所謂預期入1.1球嘅馬體會，竟然入到足足3球啊 ！OK， 考下你，咁代表啲乜嘢呢？利物浦 XG 4.3先至入到2球，即係利物浦球員自己表現都唔好啦。啱定係錯呢？3秒之後開估，3、2、1。係錯嘅。馬體會 XG 1.1，但是入到3球喎，即係話馬體會嘅球員今場嘅把握連高啦。咁樣講又啱唔啱呢？3秒之後開估，3、2、1，都係錯嘅。馬體會預期要求低，知唔到都贏到，這就純粹俘虜啦。咁樣講又啱唔啱呢？3秒之後開估，3、2、1，都係錯嘅。吓？全部都錯？唔係啊嘛？我成日聽啲講波佬咁樣講嘅喎。係啊，所以接下落嚟呢，我就會先簡介下預期入球係點樣計嘅，然後就嚟逐一反駁呢3大講波佬常犯謬誤啦。2023年11月，道士數學 channel 正式衝破10萬訂閱 ，YouTube 公司寄咗呢個獎座俾我，為咗感謝各位大家10幾年嚟嘅支持呢，呢條片嘅結尾我會搞個抽獎噶。不過等我講解完 expected goals 之後再講啊。首先，預期入球係點樣計嘅呢？嗱，簡單嚟講呢，就係收集大量嘅比賽數據，然後計算翻喺唔同情況下起腳射門嘅話，能夠入到波嘅機率究竟有幾高？咁喺呢個足球世界採用呢一個預期入球之前啊，即係遠古時期啊，咁每一次起腳呢，其實只會帶來2個數字嘅啫，入波就值1分啊嘛，唔入波咯，你有腳就值0分啦。嗱，咁但係咧用咗預期入球去分析之後咧，唔使等個波飛到去個龍門度，喺起腳嘅嗰一瞬間咧，其實就已經有個分數噶啦。例如離門越近就越易入啦，咁當然就越值分啦。但係角度窄喎，咁又冇咁值分啊嘛。頭槌咧亦都冇射波咁值分嘅，諸如此類。咁最值分嘅起腳係點樣起啊？就當然就係冇人 mark 住啊，離門又近啊，角度又正宗啊，俗稱俾阿嫲射都入啊，嗰啲嘅起腳機會啦。例如9成機會入噶啦，咁嘅起腳機會呢就值0.9分啦。咪住先，賭 Sir，你講下 expected goals 又講機率 probability 嘅。嗱，我係你數學補習網絡課程嘅學生嚟嘅，呃我唔到噶。你上堂明明講過期望值同埋機率係2樣嘢嚟嘅。冇錯嘅，一般嚟講呢，預期入球同埋入波機率應該係2個唔同嘅概念嚟嘅。不過喺足球呢個遊戲裏面呢，原來兩者係相同嘅。嗱，我哋舉個例，嗱，假設阿嫲真係喺門前起腳，咁佢入波嘅機率係90% 啦，咁即係話呢，有0.9嘅機率係獲得1分嘅。咁唔好忘記，佢亦都有0.1嘅機率呢係炒飛機嘅，即係話呢獲得0分。嗱，若然我哋計算呢球波嘅預期入球呢，你會發現0.9乘1加0.1乘0根本就等於0.9啫嘛。所以喺足球比賽裏面呢，一隊波嘅預期入球其實只不過係佢起腳射入嘅機率嚟嘅啫，而起幾多次腳就將咁多個數加埋。嗱，例如某一隊波全場呢基本都冇起過腳噶啦，只係得2個12碼嘅啫。而射入12碼嘅機率咧係75% 嘅，所以呢隊波嘅預期入球喺呢一場裏面呢，就係0.75加0.75，即係話呢1.5球啦。嗱，做個小總結先。嗱，如果未訂閱我嘅頻道嘅話咧，記得撳訂閱啊，撳埋個啷啷，一句講晒，預期入球就係將每次起腳嘅入球機率加埋晒佢。
僅此而已嘅啫。至於啲機率係點樣計出嚟嘅呢，就冇辦法一概而論啦。嗱，因為咧唔同機構會用唔同嘅歷史球賽數據啦，咁亦都有唔同嘅衡量嘅因素嘅。例如你考唔考慮埋個球員用邊隻腳去射波呢？因為一定有一隻腳係比較厲害，有一隻係比較渣嘅。又或者你考唔考慮佢個射法呢？腳內檔定腳外檔呢？又或者傳波俾佢嗰個人係傳貼地嘅波啊，定係彈下彈下甚至中腰波呢？等等好多呢啲咁嘅因素。就算你考慮相同嘅因素影響嘅比重亦都有可能唔同嘅。所以除非係你自己寫程式啦，keep 住用同一條 formula 啦，你自己去計預期入球，否則呢，睇呢啲數據都係得個信字咁樣就 OK 嘅啦。又或者你可以參考多幾間呢啲唔同嘅統計機構啦。OK， 咁我哋而家有咗個初步概念咯，依家就可以咧正式逐一反駁開頭呢條影片開頭個三大講波佬常見謬誤啦。利馬浦 XG 4.37的個兩球，這個利馬浦球員自己表現得唔好啦。錯嘅，因為至少仲有一個可能性就係馬體會嘅防守球員，尤其是守門員表現得好嘅話，咪會咁樣發生咯。而事實上呢場波馬體會嘅守門員真係咧撲到上晒身嘅，左飛右撲，因為咧預期入球其實只係因應住起腳嘅情況去評價個入球嘅機會嘅啫。其實係冇考慮到防守方嘅表現嘅，所以如果你見到入球數量遠低於預期入球，就批評進攻方嘅話呢，咁實在是太過漠視咗防守方嘅發揮啦。咁尤其是係守門員嘅表現啊，所以呢，咁樣講嘅話係非常唔公道嘅評價嚟嘅。馬體會 XG 1.1，但是入到3球，這個馬體會球員精準嘅板壓力高啦。錯嘅，因為馬體會可能咧只係咁啱比較好運嘅啫。其實表現咧未必一定係比起平時特別好或者特別壞嘅。我打個比喻你就明噶啦，擲6粒色仔，咁如果你計數嘅話咧，出現一個6嘅預期數目咧係1粒，好正常啊。但係啦，當你真係放手，你發現3個6喎。OK， 明明預期粒數係1嘅啫，但係出現咗3粒，咁係咪就代表呢堆咁嘅色仔有特別好嘅表現呢？喂，你又唔會咁樣講噶嘛？因為咧講機率嘅話，喂，其實你計一計都有5% 嘅機會係會出現3個6噶。咁機率嘅嘢，只要唔係0% 或者100%，其實發唔發生都係好平常嘅啫嘛。我哋講翻預期入球先。其實 XG 1.1嘅情況底下呢，射入3球嘅機率都有7% 噶。所以可能性呢唔係冇，而且我哋打個比喻，就等同於你一副啤牌抽一隻，抽中煙屎嘅機會差唔多噶咋，唔係冇可能噶。馬體會預期要求低這麼多嘅引導，這個純粹符籙啦。錯因為起碼亦都仲有一個可能性。就係馬體會嘅球員質素遠高於呢個統計機構用嘅數據咯。舉個最極端令到你好易明嘅例子啱啱我都講過啦，大部分嘅統計機構呢，其實都會將射12碼嘅預期入球呢當係0.75嘅。點解呢？因為喺歷史嘅球賽裏面呢，我哋唔理邊個射，平均都會有75% 嘅12碼呢係射入嘅。好啦，但係如果你對波有一位球員叫做 C 朗拿度，一位射過190次12碼，入咗161球，入球率足足有 84.7% 嘅球王。喂，如果你喺佢射12碼嘅時候同佢講話，喂，你啲球預期入球只係0.75嘅啫，咁你自然就低估咗啦。C 朗聽到都表示得啖笑佢可能就會咁樣講嘅。喂，你統計邊個射啊？你個 75% 係統計邊個射啊？依家係我射我C 朗所以簡單嚟講呢，就係用歷史數據嘅平均數嚟衡量一隊波嘅球員其實呢係無視咗呢一位特定球員嘅能力高低嘅。好啦，睇到呢度，我相信呢觀眾你心目中一定有以下呢一個問題嘅。喂，賭 Sir，你正一百壇齋主喂，咁講又話錯，咁講又話錯，咁點講先至啱呢？點樣詮釋預期入球呢一個統計數字先至公道啊？
好啦，多謝你睇到呢度吓。若然你想參與10萬訂閱大抽獎嘅話呢，只要喺下方留言回答究竟預期入球 expected goals 嘅簡稱係邊兩個英文字母呢？答啱就有機會得獎噶啦。至於有咩獎呢？等我講埋預期入球 XG 應該點樣詮釋，再話你聽。嗱，要徹底明白預期入球嘅功用呢，而唔係一知半解亂咁解讀嘅話呢，不妨使用以下呢一個思路。喺好耐之前，喺世界某一個角落有兩隊波比賽。咁冇人做統計嘅，咁好自然大家咧都只會記住個比分嘅啫。例如主隊贏3-0咁樣。咁當我哋望住呢個3-0呢，又不其然會去好多想像啊。例如3-0係咪即係主隊撳住客隊嚟抽呢？而且強弱懸殊啊，所以先至會大炒3球呢？我哋會有呢啲咁嘅想像嘅。好啦，後來發現啦，呢個故事去到後來，原來場波有個觀眾。呢個觀眾呢係一路有數住兩隊波起咗幾多次腳嘅。哎呀，原來計射門次數嘅話呢，主隊只有4腳，但係客隊呢有20腳嘅。所以望住呢個射門次數4-20，你又會有啲想像嘅。你會好自然就會諗，其實場波係咪客隊撳住主隊嚟踢先係啊？不過主隊贏3-0，可能佢嘅快速穩守突擊好湊效咯。好啦，點知咧呢個故事又去到後來呢，發現仲有另一個觀眾佢仲得閒，佢就連射中籠嘅次數咧都記錄埋。哎呀，原來主隊呢只係得2球中籠嘅啫，但係客隊呢係連1球中籠嘅射門都冇嘅。咁依家呢，如果你計呢個射門中籠嘅數據嚟講呢，係2-0。你望住你又好可能呢有一個徹底相反嘅想像咯。你可能會諗，客隊射20腳冇球中籠，係咪佢成日浪射亂起腳，30-40碼都走去起腳刷數據咋？咁所以呢，揸住入球比分、射門次數、中籠次數呢3個傳統嘅 yes or no 嘅統計數字嘅話呢，入定唔入啦，射定唔射啦，中定唔中啊嘛，係並未足夠令人聯想到兩隊真正嘅表現嘅。因為入球比分高又唔代表勁啲，射門次數多又唔代表係撳住人嚟抽嘅。中籠次數多亦都唔代表攻勢係入肉噶嘛。因為30-40碼起腳食唔應個波，細力碌埋去個龍門口，其實都會計中籠噶，係嘛？相反唔中籠亦唔代表冇機會，因為柱邊出界1 cm 都係計唔中籠噶嘛。OK， 咁呢個時候呢，重點嚟啦，預期入球就係彌補咗呢一個不足嘅一個偉大發明。例如主隊嗰4球起腳呢，原來係嗰啲咩冇乜力度嘅遠射，不過呢，省中人嗰邊方向入，又或者呢，窄角度出波，點知呢，省中客隊嘅球員擺烏龍，又或者角球頭槌，又或者尾段，客隊嘅龍門都上埋嚟助攻啦，於是呢，主隊嘅球員喺後場大腳粒射入空門咁樣。咁呢4腳嘅僥倖程度，自然就會喺個預期入球嘅數字裏面反映噶啦。例如你將呢4球咁僥倖嘅波嘅預期入球加埋，可能只係得個0.00幾咁樣。咁你望住呢個0.00幾，你就能夠更加心裏有數呢。原來主隊嗰4腳起腳根本就唔係啲咩黃金嘅機會嚟嘅。總而言之呢，預期入球嘅功能其實係幫忙反映起腳機會嘅質量就彌補咗中籠定唔中籠呢個咁求其嘅傳統統計數字啦。例如我哋講翻利物浦對馬體會嗰場波，比分2-3，射門次數係35-10，中籠係12-6。咁究竟利物浦係咪浪射刷數據，所以先入得嗰2球波咁少呢？我哋睇埋預期入球4.3呢，就可以合理地聯想到，其實喺呢場比賽裏面呢，真係有唔少入肉嘅起腳機會噶。咁至於最終只係入得2球係咩原因呢？係把握力唔夠，球員能力本身低，馬體會守衛嘅表現好，定係純粹冇運呢？就冇辦法由此推論出嚟嘅。運用統計數字呢，好多時只係呢，好似瞎子摸象你單一去使用呢，就會出現呢啲以偏概全嘅結論嘅。咁所以我哋正確嘅態度呢，就係盡量用多幾個統計數字互補不足。例如預期入球其實都有一個非常大嘅不足之處喎，你諗唔諗到？3秒之後開估，就係3、2、1。預期入球嘅不足之處就係，若然你個球員根本冇起腳，咁自然就唔會產生到預期入球啦。
諗下，如果你隊波有個球員叫做歐偉倫，哈哈，花名死火輪，俾佢單刀啊，喂，起腳嘅話都有0.6、0.7嘅預期入球啊，可能都有咁高，偏偏佢就唔起腳啊，單刀就橫傳，死都唔射波，咁當然就冇預期入球啦。但係又唔代表冇機會喎，都係黃金餐市嚟嘅，只不過佢唔射啫。所以預期入球嘅其中一個不足之處呢，就喺呢度，一定要起腳先識計嘅。咁總而言之，預期入球呢係用嚟分析射門次數嘅質量嘅。冇起腳當然就計唔到啦。但係相比起傳統嚟講，只係考慮中唔中籠，中籠就加1，唔中籠就加0嘅計算方法呢，預期入球利用咗機率，將評分嘅方法拉成一個光譜，游走喺0至到1之間呢，就更加能夠準確地描述到射門次數嘅質量啦。非常感謝你睇到呢度啊，因為條片好長，要糾正嘅嘢好深入啊。咁我哋依家呢講埋10萬訂閱抽獎嘅禮物呢，就完結啦。